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56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56天，也是伊朗群龙无首的第56天。哈梅内二穆杰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第56天。这个波斯局势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而且现在越来越充满了戏剧性。特朗普昨天又在这个真相社交上发了一个帖子，一时激起千层浪，捅了马蜂窝。他的帖子这么说的，他说伊朗现在正焦头烂额，他们自己都闹不清楚到底谁才是头，完全搞不明白，他们内部斗得不可开交。一边是在战场上输得一塌糊涂的强硬派，另一边是其实一点都不温和的温和派。当然特朗普还特意关照了一下，说这些温和派倒是越来越被人尊重。特朗普的意思就是伊朗的所谓的温和派他也不温和。特朗普说真是疯了，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没有美国海军的允许，任何船只都别想进出，海峡已经被封得死死的。什么时候伊朗能达成协议，什么时候才算完。特朗普明确无误地指出伊朗内部正在内讧。咱们这节目一直在说，自从哈梅内伊死之后，伊朗就是群龙无首，谁也不服谁，这个符合这种我们对常识的判断，尤其是正义联盟的3D 这种体制，它不乱才怪。特朗普又说了，他说我命令美国海军击沉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布设水雷的船只，无论他们多么小。伊朗那个大型的舰船159艘已经全部沉到海底了，特朗普自己说过的，还有一些小的这个摩托艇还没炸。为什么？是说他对美军威胁不大，言下之意根本就不值一发炮弹的钱。伊朗的这种小的摩托艇大家都在这视频上恐怕都看过，坐不了几个人，公园里面的那种或者是海滩上游客坐的那种摩托艇真的是不值一发炮弹的钱呢。但是特朗普这次下令就连这样的摩托艇都要炸，只要他敢布设水雷，此事不得有任何犹豫。此外，我方扫雷艇此刻正在清理海峡，我特此命令该行动继续进行，将力度提升3倍。你看，也就是加快3倍的速度去清除这个水雷。特朗普什么意思？一边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封锁到伊朗达成协议为止，一边要给霍尔木兹海峡清理航道，要让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这个结果，特朗普的这些表态一下就激起了伊朗方面的这个反驳。首先，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4月23日晚上看到特朗普发了这个消息之后，穆杰塔巴他这个账号发文说，敌人发动媒体宣传，企图操纵伊朗民众思想，破坏伊朗团结与安全。他警告说，绝不能因己方疏忽而让敌人这一险恶图谋得逞。穆杰塔巴的社媒账号写道，当前伊朗同胞之间的惊人团结已使敌方阵营出现分裂。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声称伊朗内部分裂斗争，也就是穆杰塔发文。当然这个文章是不是他发的不知道，总之是穆杰塔巴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发出来的，驳斥特朗普的关于伊朗内部内斗不团结，斗成一锅粥相反要展示伊朗的团结，是西方阵营已经出现分裂，而不是伊朗内部坚如磐石。所以为了显示伊朗内部没有什么温和派什么强硬派，伊朗内部只有一个团结集体，所以这个所谓的温和派纷纷出来发声。伊朗领导层集体向敌人喊话。这个穆杰塔巴发文以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与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晚联合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驳斥美方所谓的伊朗内部分裂的言论，也就是按这个强硬派说我们团结一致，而这个所谓的温和派改革派穿西装的也附和我们团结一致。声明说，在伊朗没有强硬派和温和派，我们都是伊朗人，都是革命者。凭借国家和民族钢铁般的团结以及对伊朗最高领袖的忠诚，伊朗将让侵略者付出代价。不光是卡利巴夫和佩泽西强发声，
就连这个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伊朗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所以我说特朗普是一下捅了马蜂窝，越显示团结，越说明伊朗出问题了。这个就是这种6000年的文明就是这样，缺什么他就显摆什么，强调什么就说明他缺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中间的这种关系，所以他越展示团结，越说明伊朗内部分裂。如果伊朗内部真的是很团结，那对特朗普这种言论，人家只会笑一笑，一笑了之，不予置评。就好比美国一样，你可以说美国分裂，人家特朗普根本就不在乎，因为特朗普天天骂美国另外一派，骂拜登，骂这个民主党，骂共和党里面的反叛的、反对特朗普的，他天天骂这个媒体，骂这个虚假报道，说 CNN、华尔街日报这些谣媒。美国人是把分裂、把这种斗争放在桌面上，而伊朗就不行了，伊朗承受不住特朗普的这种，就直接说他内部斗争，你这一说他就破防了，他反过来要展现他们团结一致。所以说没有什么温和派、强硬派，大家都是今夜都是伊朗人，所以他们的社媒账号同时发声，而且发的字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就说这哪是佩泽西奇扬和卡利巴夫发声，分明是被发声，也就是他们的账号恐怕已经被强硬派已经没收了，发的稿子都一样，模板都一样，晚上8点20分发，这字儿都没删掉，就这意思啊，高度统一，连说的话都一样。越这样越说明他们内斗激烈。有人怀疑这个佩泽西奇扬、卡利巴夫甚至穆吉塔巴的账号都被革命卫队瓦西迪给控制了。很明显，伊朗本身财政困难，更有粮食危机，强硬派和这个改革派，也就是穿军装的和穿西装的之间，对谈判存在完全不一致的看法。这个《纽约时报》披露，他说伊朗权力重组，穆吉塔巴接班后的董事会统治。他说，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于2020年2月死于美伊联合空袭后，尽管其子穆吉塔巴已被推举为第3任最高领袖，但他的实际统治权力与父亲相比已大打折扣。报道指穆吉塔巴在空袭中身受重伤。当然了，穆吉塔巴到底什么情况，现在是众说纷纭。美西方说穆吉塔巴是毁容加截肢，声音也变了，但是目前神志清醒并参与决策，但他并非最终的唯一决策者，也就是他已经跟那个老哈梅内伊不一样了。老哈梅内伊是领袖，是一言九鼎，而这个哈梅内二穆吉塔巴，他现在他的权力要跟人家共享，也就是他的权威不够。当前的伊朗正处于一种类似董事会制度的集体领导模式，犹如穆吉塔巴在教令、权威和政治根基上相对薄弱，他必须与势力庞大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共享权力。这一统治形式的转变标志着伊朗从传统的个人神权向安全精英政治转型，由军方主导，就革命卫队指挥官比如瓦西迪在国家安全和经济事务中拥有了实质性的否决权，这个导致决策僵局。这种权力平衡导致伊朗在面对美国停火谈判或地区冲突时，往往因内部分歧而表现出决策迟缓或不透明。这种弱领袖强军方的格局虽在暂时维持了政权的延续，但也让外界包括美国情报机构难以锁定伊朗的真实外交意图，增加了误判的风险。根据伊朗方面的传言说，这个根据现场一名警卫的报告，革命领袖也就是穆吉塔巴从废墟中被救出时，口中一直在赞念真主，口中念念有词，那就是真主保佑呗。真主选择了他，没选他爸，把他爸带走了，就这意思。他的伤势仅为表面擦伤，没有骨折。领袖之所以没有在电视上露面，是纳杰夫、库姆和马什哈德的宗教学者以及安全官员们共同做出的决定，目的是不让敌人有机可乘。革命领袖正在主持领导层会议，亲自指挥战争，人民不必担心。所以西方媒体和伊朗传出来的关于
穆吉塔巴的目前健康状况是大相径庭的。纽约时报他说穆吉塔巴目前躲在一个非常秘密的一个地方，要接触到穆吉塔巴极为困难，且受到严格的限制。穆吉塔巴身边主要是一支由医生和医护人员组成的团队，正在为他治疗空袭中的受的伤。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和政府高官都没有去探望，你就不能去看他，也担心被以色列人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又给锁定了。说不过，本身是心脏外科医生的总统佩泽什奇扬与卫生部长也参与了他的治疗工作。当然，这个都是传言。我在想，如果穆吉塔巴真的是严密防范的话，他恐怕连佩泽希奇扬他也不会见的。穆吉塔巴要防革命卫队的人，更要防这些穿西装的。万一他们跟以色列、跟美国勾结，随时穆吉塔巴都可能被带走。一两发导弹的问题。报道中引用伊朗高级官员消息称，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虽然伤势严重，但神志清醒，思维清晰。他的一条腿接受了3次手术，目前正在等待安装假肢。他的一只手也做过手术，正在慢慢恢复。他的面部和嘴唇严重烧伤，导致说话困难。他最终需要接受整形手术。让我想起了那个，也就是毁容，他面部很有可能是被烧了，你知道吗？要整形手术，那多残忍啊！穆吉塔巴至今未录制任何音频或视频信息，因为他不想在首次公开讲话中显得脆弱或声音虚弱。他已发布多份书面声明，在网上发布，并由国家电视台宣读。传递给他的信息都是手写在密封的信封中，通过值得信赖的信使组成的人链接力传送。人链就他送给他，每个人只负责一小段，所以这样谁也不知道穆吉塔巴在什么地方。信使们驾车或骑摩托车穿梭于公路和乡间小路，最终抵达他的藏身之处。他对各项事务的指示也通过同样的方式传回。出于安全考虑，自身伤势已经难以接触的现实，穆吉塔巴至少在目前已将决策权下放给了将军们。改革派和极端强硬派仍参与政治讨论，但分析人士指出，穆吉塔巴与将军们有深厚的渊源。他10几岁时志愿参加两伊战争，与他们一同成长，所以军方现在已经成为主导力量。报道中还说，虽然特朗普一再强调伊朗政权更迭，新领导人理性得多，伊斯兰共和国并未被推翻，权力如今掌握在根基稳固的强硬派军方手中，而神职人员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也就是这么下去的话，伊朗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军人政府，不是神权，也不是民选政府，军人干政。报道称，伊朗民选总统及内阁已被边缘化，专注于国内事务，比如保障食品和燃料的稳定供应，确保国家正常运转。也外交、什么安全这些跟佩泽希奇扬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你就只管老百姓的吃喝拉撒正常运转。当然了，《纽约时报》它这个报道未必现实客观情况，因为它的消息来源也是伊朗高级官员消息，也就是伊朗方面给他释放的信息。所以结合《纽约时报》还有伊朗国内的一些报道，我们推测分析，穆吉塔巴一个肯定是重伤、毁容，生意也毁了，这个应该符合现实。第二个，穆吉塔巴应该是被革命卫队给控制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革命卫队他也不能这个时候就在伊朗国内搞分裂，所以他也要显示跟什么温和派、改革派还是整体还是很团结，他要徐徐图之。为什么显示团结呢？你看，说穆吉塔巴革命卫队的高官没有去探望他，为了防止这个行踪地点这个被泄露，为了领袖的安全，连革命卫队的人都没去探望，那不就说明言下之意，穆吉塔巴并没有被革命卫队给他控制，不就这意思吗？连卫队的司令去探望都没去，或者都不方便，怎么可能控制他呢？穆吉塔巴头脑清醒，虽然毁容重伤，但是头脑清醒，能够指挥，通过这个人链，通过这种手写的书信指挥，无非就是想表达穆吉塔巴现在是
还在掌握。卫队的司令不去，但是佩泽西奇扬以心脏外科医生，他曾经是外科医生，佩泽西奇扬可以去接触穆吉塔巴。你看这种信息释放个什么意思啊？释放了目前伊朗国内的架构还是穆吉塔巴是领袖，领导大家团结一致。如果佩泽西奇真的是跟强硬派的斗争，那他为什么还去看这个穆吉塔巴，巴不得穆吉塔巴赶紧嘎了？所以说这个伊朗人呢，向《纽约时报》释放这些信息半真半假，真的就是穆吉塔巴恐怕是受了重伤，否则你没法解释50多天都不出来。假的是什么？假的是营造一个伊朗还在穆吉塔巴领导下这个团结一致，坚如磐石，对佩泽西奇扬的分工做了调整，这都穆吉塔巴调整的。佩泽西奇扬只管国内了，外交这些东西都不管了，安全也别管，那外交安全这些东西就交给卫队了，不就这意思吗？所以只能说更加说明这个穆吉塔巴已经被革命卫队控制了。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穆吉塔巴已经重伤？有理由。为什么？这个老哈梅内伊已经升天56天了，现在在冰柜里躺着的，还没有下葬。伊朗应该是要举行国葬，哈梅内伊毕竟是领袖，那举行国葬正好现在不是停火了2个礼拜，对不对？这2个礼拜里面完全可以举行国葬，因为他不用担心特朗普和以色列要轰炸，因为毕竟双方的代表团都跑到巴基斯坦谈判去了。穆吉塔巴不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安全害怕那天露面，他只要有一天露面就够了。他爸的葬礼他要参加，他是儿子，又是新的领袖，他怎么能让他爸还躺在那个冷柜里面？那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就那么贪生怕死？他要给伊朗人传递一个什么形象？他应该传递一个大无畏的形象，是吧？不怕美帝，不怕以色列。结果这么大好时机，这么好的一个时间窗口，他都不趁这个机会把他爸安葬了，举行国葬，就说明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没有办法亮相。所以我认为穆吉塔巴一定是重伤毁容，而且生意也毁了，而且现在他已经被革命卫队给牢牢控制。现在外界有传言，对不对？以色列 N12 新闻4月23日报道，因伊朗革命卫队的干预，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已辞去谈判团队代表职务。关于这个传言，卡利巴夫本人没有辟谣，也没有回应。根据伊朗国际报周四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原计划前往巴基斯坦参加谈判的伊朗代表团被告知，在与美国的会谈中不要谈及核问题。据报道，该命令来自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亲信官员，瓦西迪呗。当时谈判团队正准备出发。你看我以前节目分析的伊朗的谈判这个团队，他一定是撑到最后，希望强硬派和特朗普你们两个哪一方让步都行，稍微给个台阶，这个温和派穿西装的就去了第2轮谈判，撑到最后，对不对？他等来的不是革命卫队这边让步，反而是革命卫队告诉谈判代表团，去巴基斯坦第2轮谈判不能谈核问题。你不能谈核问题，那你谈什么呢？特朗普就要求零浓缩，胡锡进老师也劝伊朗赶紧自攻，结果革命卫队要求卡利巴夫你不能谈核问题。那你说谈代表团还去干啥？去不就是找美国人骂吗？啥也谈不成，回来还得挨骂，还得担责任，所以代表团干脆不去了。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该政策就是谈判中不能谈核问题，使代表团在巴基斯坦的存在基本上毫无用处，那就是去吵架的，挨顿骂，并称其为谈判的死刑判决，警告不要采取该政策。伊朗国际电视台还报道称，外交部谈判团队因在之前与美国的几轮谈判中讨论核问题而受到训诫。穆吉塔巴通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伊朗。伊朗人对核问题他也有个解释，什么意思呢？伊朗外交部说，谈判重心已从核问题转为彻底停战。第2轮和谈说不能提核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第2轮和谈的重点是停战。伊朗外交部说近期谈判性质已发生根本转变，核议题就是核心议题，不是核问题，而是彻底终结战争。伊朗的外交部还说，这个卡利巴夫拥有2伊战争的实战背景，
在多个领域履历十分丰富。作为议长，他能有效协调国内各方力量，深受各政治派别信任。那意思是，外交部说卡利巴夫还是伊朗代表团的团长，与阿拉格齐搭档。发言人明确指出，核问题已不再是主轴，当前的谈判中心是彻底停战，首要任务是保障国家核心利益。不管伊朗人是怎么说，这些本质上都不重要。这个特朗普又说了，4月23号下午，特朗普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他现在就可以同伊朗达成协议，但他想要协议永久有效，令伊朗永远没有机会拥有核武器，所以他不想太着急。特朗普并说，我有的是足够的时间，我完全没有压力，我是美国历任总统中就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总统，我是压力最小的。这意思真正承压的是伊朗，在美国海上封锁下无法让石油恢复运输，而如果伊朗不想达成协议，他就会用军事手段完成剩下的事情。还有个记者问这个特朗普会不会考虑对伊朗动用核武器，特朗普说不，我不会，我们不需要。为什么要问这么傻的问题？为什么要用核武器？我们已经用常规方式彻底重创了他们，根本不需要用到核武器。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允许使用核武器。何时停战？特朗普也说了，没有时间表，不要催我。还有记者问他说，为何没有在当初所说的4到6周内解决战斗？特朗普反复提及美国打越战打了18年，又说美国在6周内已经从军事上拿下了伊朗，现在只不过是双方都中场休息一下，时间在美国这一边，不在伊朗这一边，这点大家应该都清楚。所以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4月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始终欢迎并继续欢迎对话和协议，而违背承诺实施封锁和威胁是进行真诚谈判的主要障碍。伊方承认说，美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谈判的主要障碍，这就说明特朗普做对了，封锁伊朗的各个港口。我们再看看这个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晚称，以色列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在等待美国开绿灯。卡茨当天在一段视频声明中说，以色列已做好再次对伊朗开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防御并进攻的准备，目标已经锁定。卡茨说，以色列正在等待美国开绿灯，以彻底消灭伊朗政权。以军已准备好对伊朗最脆弱的地方进行毁灭性打击，作战方案包括打击伊朗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伊朗重点能源和电力设施、经济基础设施等，将使伊朗退回黑暗石器时代。所以时间就在这个周末，美以很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留给伊朗人的时间不多了。而且以色列人已经明确提出要颠覆伊朗的政权。我们再看德国政府23日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永久可靠地保持畅通，不应设置任何限制或征收通行费。德国一表态就表明欧洲、欧盟、北约都会表态，就是这个意思。伊朗想这个拦路收费，那恐怕是一厢情愿。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凤凰卫视的女记者李锐，她在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根据李锐说法，他说，我认为现在美伊不一定会开战，但是在停火期间实际上展开的是心理战和经济战，因为现在伊朗国内犹如港口封锁，我明显感觉伊朗国内的物价在飞涨，民众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很多工厂没有原料进来，都在停产。现在美国在赌，伊朗也在赌，看谁能承受更大压力，谁能让步。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双方是在进行心理战、经济战。那经济战看谁能扛得住啊？伊朗国内除了那些盘盘，伊朗的普通的民众、老百姓，按照李锐的说法，疲惫、焦虑，还有越来越强的不确定感。我倒是觉得有以色列存在，这个仗还要打下去。我们密切关注。好，
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